12 歐啊，橙色23 Q。55助攻，10號2分中，橙色。紅17 2分，橙色30防板。紅色88號犯規。康熙的34號兩球。轉一轉 Nike。真係咁做，我唔得閒做我知道係一個大嘅批評。76啊！紅色10號3分炒，0號公板，0號2分炒，好嘢跟住。我未識佢，我真係冇見過。可能我做得太少啲。我都唔多。我第3個。6秒。72分。佢做咗 KBL 做啲咩？Star 同埋我哋呢個我都唔當係 lift 嚟。我咁都叫係。我除咗俾人笑啦，大佬。係咪換人？係清楚。紅0 2分炒10號 block shot， 跟住就等先。喂，集中啲啊！喂！頭先17號公板。舉手啊！喂，頂埋啊！6秒，跟住88 PO 23 steal 啊！橙30 PO 換人濕。哦，好似好少做，佢哋又唔揾人，佢又冇得打喎，咁我真係唔做啦。我睇時間，睇時間睇心情，同曬佢哋喎。好似上次咁俾人叫起咗鑊，我又唔再做，冇啦，叫我唔叫 master 跟住叫我做中間，真係哇！紅12分撞中間係咩？話嗰個全能勇士真係多嘢睇到咧，又要嗌唱分，又要撳分牌，跟住又要撳埋雞，仲要唱埋石喎，喺度撳分咯。即係點啊？撳分牌。即係呢個細中幾多分？係啊，仲掹埋男總分子。咩呢個？Star。不過中間都好似出唔到工喎，好似。咁梗係出唔到工啦，大佬！你做幾份嘢，大佬出唔到50蚊我上次都係出50蚊。哇！咁6秒，23 2分炒，公板，30號3分中啊，23助攻。因為上次，我想問你7月1號，你係咪通常唔得閒7月1號7月1號揾咗人啊嘛，係咪？唔係啊，就係你哋唔肯，冇人覆我先至要揾人㗎。即係如果你哋30顏色30號犯規。跟住你爭10號啊！因為要望一望。你望個底。應該未必得。0號2分炒紅色加公板。跟住紅12 2分炒17號再公板，跟住17號2分炒10號公板，紅12 3分炒17號公板。OK 好。跟住真係。
服係橙色貪貓啊！6秒，88號3分炒，10號公板，加2分進。橙色先後暫停。出入我唔夠知道。健康可以啊！我就想去啲唔健康嗰年紀大，係咪搞錯？我過咗個年紀，想揾啲唔健康嘅 camp。唔係咁，你係啲老懶嘅喎。好懶嘅。講緊咩啊？都可以㗎。去 camp 玩幾晚啊嘛，去老懶玩。我冇收到分攤就俾我知佢啦。點解？為何嘅？我希望聽日攞到貨。同12兩分3秒，88兩分炒，跟住就12防板55波 shot， 跟住橙色10號2分中啊！係咁啦，哦，一定一個星期3個咁啦，肯定咁快講。我唔做，紅88 3分炒，10號公板，睇狀態㗎，狀態唔可能6秒，17兩分炒啊，繼續12防板嘅。55號2分炒，30防板，係橙問2分炒，30防板，最後的每日。10。優助。睇拍啦！喂，拍得住你啊嗱！紅10兩分炒，32防板。揀88兩分炒啊，加公板。2秒，繼續30分。紅7兩分炒，30號公板，加2分炒，30號公板。8秒。紅13分炒53防板。紅7犯規。攞波啊！有嗎？50秒。換人啦，橙色，3分炒，53公板。紅色，7號犯規，紅色顛包3次。7號犯規。係啦，呢個俾呢方你㗎啦。
紅色抽3份。講咩啊？就係啊，要打手號，我哋接咗分。接埋佢咯。我講嘅。8秒。紅72分炒橙色呢個唔知邊個防反，橙色10號防反。第二節完結比數11比21，橙色領先。